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7月1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8篇24节到35节，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6到12节，使徒行传第21章27到3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审判权。我们知道民主制度啦，在选举那即便是民主制度，到后来总是还会牵涉到所谓的权柄或是权力的问题。差别只是说，民主制度的权利是人民用选票选出来，赋予这个当选者。那集权呢，却是用所谓的枪杆子，我们说武力或是暴力来夺取的。民主的权呢，若不受到尊重的话，也有可能变成滥权。就如同前一阵子台湾这个疫苗的注射，有发生这个特权疫苗施打，或是我们说这个根本都是偷打的啦。那民主制度而言，非属于自己的权利而去拥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盗，偷窃。这个就是违法。就现代的角度来看，什么样是盗呢？我们说，如同伊甸园里面那尝禁果的，他们是盗，偷拿巴别塔那群人想要跟上帝比高、比能力、比伟大的，基本上也是盗。未被授权而献祭的，比如说扫罗王，这也是盗。不是同工却想要影响同工会的决策，这也是盗。那当然呢，还有很多，我可以自己有时候去来看曾经有很多人批评上帝在针对乌撒的事情的上面呢，他们讲说上帝太残忍了。其实这个事件只不过是为了抢救即将要倾倒的约柜好像上帝就这样来惩罚他，其实应该不是这样子而已啦有一些问题那我们要来思考是几个部分。第一个呢，载运约柜，根据摩西的律法的规定，约柜应该是用扛的。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圣经节在这里的大卫却是用牛车来载约柜。根据民数记第7章1到11节，那牛车是为了要载运会幕所有的东西，其他东西，可是圣物呢，都是给这个歌辖人扛在肩上。约书亚记第3章第6节，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头，抬起约柜，在百姓前面走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面走。那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25章第10节到第14节的经文，也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要用皂荚木做一个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要里外包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4个金环，约在这个柜的安在柜的这个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个杆，用金包裹，把这个杆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杆要常放在柜里面的环内，不可抽出来。第二个，看到祭司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祭司要去扛这个约柜约柜不但是需要用扛的，更是要
有那些受膏率的祭司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民数记第4章第15节这样说到，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一切的器具都遮盖完了，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都是哥辖所这个当抬的哈，那哥辖的子孙哈，所以这个扛约柜是要用人，而且是上帝所钦派的啊，上帝所膏立的人啊，那他在这边就是祭司们啊。那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子，乌撒到底是不是祭司啦？那有人有引用其他的经文说是，也有人说不是。那比较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在献祭。那我们到底要如何参与啊，或是这个如何来执行？那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事情了哈。第3个呢，我们说好意。基本上在看守约柜的这个乌撒，他看到约柜快要掉下来的时候，他伸手扶了约柜，后来他就死掉了。根据圣经的记载，用词是这样子：上帝击杀了乌撒，让他死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些经文只有说在这个上帝的面前，可是没有在解释。那原文希伯来文的经文，在历代志上13章第10节就讲的约柜呢，就是这个上帝同在的一个代表性。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第6节说到了拿梗的禾场，因为牛羊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为这个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上帝的柜旁。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乌撒，他基本上他是这样的一个旨意，所以到底他的好意能不能代替上帝的旨意？其实很明白的哈。乌撒是如此的想要来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这个约柜。乌撒到底怎么死的？是很值得思考的。是否是被约柜撞到？是否是被约柜压倒？是如何死的？但是因为摩西律法的规定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摸的时候就死掉了。所以这里我们要被提醒的就是说，当一个受命扛约柜的祭司来做这件事情，就不会有问题。这个很清楚的上帝的旨意了哈。我们再从保罗被捕的事情来看，如同耶稣基督被捕一样，他们没有问题，结果被人家用不正当的理由抓了。虽然有些人看起来这些受到犹太人罗马政府很无理随意抓了保罗我们可以这样说。可是当时候随意抓了耶稣也是一样啊，他们不论过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至少他们都接受到一个公开的审判。比如说耶稣是被祭司所抓，送到这个希律王那边，又送到比拉多那边这是有一个法定的程序，公开的审判。那没有公开审判的程序是什么？假消息黑函流言谣言等等这些事情。当这些比当时候害死耶稣基督的那些犹太人还要怎么样？还要残忍比那些罗马政府还要残忍那我们要看到是说，这个
有些人并不喜欢照着这个规定来走，不喜欢顺服上帝的主权，他们紧抓着那个未被授权而拥有的主权来做这些事情，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谣言流言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亚当夏娃的结局、扫罗王的后果，还有乌撒的下场。保罗在公审的这个当中，他要求说为自己辩护，就好像现在的这个法院一样。但是呢，那些心存恶意、出于撒旦的谣言制造者，却完全不给人家有机会说明。在台湾的防疫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形，每一天都有假消息甚至呢，在最近的几天，日本有一个漫画，这个书名就写了 AZ 特工队用来揶揄台湾的反对党，他们专门制造一些谣言来传播这些假消息。很多的圣经都记载，都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是有受到上帝的呼召授权的人，才能去做某一些特定的服事。从乌撒的例子来看，我们真的不要急着抢着当这个夺取上帝权柄的人，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把主权交给上帝，顺服上帝，也要跟随上帝，上帝就会为我们的生命来负全责，这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事情